所以来看这个好新闻，俗语讲，劝人做好代，较赢食早知。真侪人做善事，伊无理由、无需要原因，上有可能的动力就是啥物？互人欢喜。中华好米有一间芳店，伊的芳逐工是现做现烘。伫结束营业进前，若卖无出去的，因拢装箱送互当地家护中心，免费互这囡仔食。开偌济本钱，因拢无咧计较，干那讲安尼做因真欢喜，会继续送出去。韩国个面包出炉啊，有蒜头面包、牛角面包，还有红薯棒。等下冷小看，就会当上价卖啊。这间伫中华好米的面包店，坚持每工拢是现做现烘，但是一工生意做来，难免拢会剩一寡胖，无卖出去。如果有多的话，我们就是想说以不浪费食物为原则，然后就送到家福中心给有需要的小朋友去享用。卖店进前架顶还阁有胖无卖完，因就用纸箱啊将所有胖拢缀起来，头家让爸爸、阿公骑机车送去家护中心。管天气好歹，只要有胖，阿公一定会亲身送去家护。小朋友看到阿公来，拢真欢喜。好棒哦！阿公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打开，小朋友一喙刷一喙，真好食，感谢阿公。好吃，谢谢阿公。平常很少吃那么好吃的面包，感觉很开心又很幸福。阿公送面包来，即天拄好有学生咧练人师人灵，练完阁有胖糖者补充体力，这对当咧发育的囡仔来讲真重要。无啦，拄好有通春吼，啊，就安尼大家同享啦。阿公送的面包毋是伫要过期的，拢是当天出炉的胖。因店开3档，面包就送3档，每礼拜送2箱到3箱，算算已经送12000外个，还偌济成本因无算。就也开心啊，因为就大家一起开心。送面包的理由真简单，袂浪费，阁会当照顾到囡仔，而且伊嘛做甲真欢喜，这欢喜的代志就继续做落去。